今日我哋評價香港10大熱門露營地點 ，Let's go！當然人哋個海景日出日落咁靚，但係島上設施簡單，仲要咧得旱池，而且路途偏僻，補給差少少啦。俾個 A 你啦，3年地最靚嘅係草地同埋牛，但係咧設施比較少，仲要得旱池，而且咧交通咧主要靠船，班次比較少。C 全港最高分一定係灣仔南面地，有無敵嘅大海景同埋草地，而且交通方便，行山搭船都得，但係記得要 book 喎。呢度咧亦都係全港少數地點比較遠，但係設施齊全嘅營地，有穩定嘅水喉淡水啦、廁所啦，仲要咧避雨嘅時候有涼亭，快 S 級實至名歸。呢個營地有沙灘海景，而且設施齊全，仲要巴士直達 S 啊，有 C 嚟，冇事 S。講到交通，黃者一定最好。巴士直達，而且搭船或者行山都去到唔同營地，設施係最齊全，但係咧就內灣嘅景色，適合新手去啦，但係小心人多，俾個 A 你。流水山營地，湖景舒服，有水源，有基本設施，但係多蚊啊。B 西灣營地有大浪灣嘅沙灘海景，打卡影相一流，但係要行山入去咧，而且路途遙遠，新手未必頂得順，設施一般，個 C 嚟。南山營地。景色咧就唔算世界級，而且咧假人流比較多，但係咧正在觀星一流同埋基本設施完善，交通又方便，有完整嘅巴士同埋行山路線，適合新手。A 啊，行山營地靚就靚啦，長白型沙灘，而且有船可以直達，但係咧船費偏貴，如果你唔搭船就自己去行山，設施又唔係好多，太多人太多垃圾。D 啊，全港營地。交通方面，設施齊全，但係咧景色又麻麻，而且需要事前預約，俾個 B 你啦。如果仲有咩營地或者其他嘢有興趣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就 follow 我哋 IG。